今日我哋嘅主題係人工智慧驅動嘅課程設計。喺呢個數碼時代，人工智慧 AI 已經成為教育領域嘅重要推手。點樣透過 AI 提升教學質素同效率，係我哋必須認真思考嘅課題。首先，想帶大家快速了解人工智慧嘅基礎知識。首先，人工智慧可以透過大量資料去學習模式，明白資訊之間嘅關係。呢個過程就叫做人工智慧學習。其次，人工智慧亦可以協助教師做決策，例如從數據中分析學生需要，揾出學習重點，幫助我哋作出更清晰嘅教學選擇。最後，日常教育裏面已經有好多 AI 教學範例，例如文法檢查、測驗自動批改、推薦學習活動等等。了解呢啲基本概念，可以幫助我哋更有效地將 AI 融入教學，提升課堂質素同學生學習表現。咁人工智能點樣應用喺課程計劃上？流程好簡單，但對教師備課非常有幫助。首先，教師會先定義課堂目標，例如學習成果或者年齡群組嘅需要。之後，將呢啲目標輸入 AI，讓人工智慧快速生成一個有結構嘅初稿計劃，協助教師打好第一個框架。接住落嚟，教師會根據 AI 嘅建議進行試教，再收集學生嘅反應同數據，例如參與度、理解程度、完成度等。再之後就可以根據試教結果回饋俾 AI 做微調或重新生成更貼合現場需要嘅版本。呢個設定目標，然後 AI 生稿再試教之後收集數據再微調嘅循環，可以令課程越做越準確，逐步模擬出最理想嘅教學重點，真正提升課堂成效。喺行動研究中，人工智能可以成為教師好重要嘅助手。首先， AI 能夠協助做數據分析，自動處理量化同質性數據，幫我哋識別趨勢。例如，小學做分數理解研究， AI 可以分析前測同後測，發現學生常見嘅迷思，例如將分數畫餅乾圖時出現混淆，令教師更快掌握問題所在。之後 AI 仲可以進行模式識別，模擬學生可能嘅反應，或者指出學習困難出現嘅位置，協助教師判斷教學是否有效。再進一步， AI 甚至可以生成教學假設，例如提出視覺化遊戲介入，有機會提升20%分數理解呢類建議。教師就可以喺課堂中驗證、調整，再進行下一輪策略迭代。透過數據分析、模式識別同假設生成， AI 可以大大提升行動研究嘅效率與質素，令改進教學變得更精準、更有根據。人工智慧可以成為教師嘅合作夥伴，喺創造力、教材準備同評估方面提供好大支援。以創造力為例，當學生要延伸故事，教師只要輸入小三學生創意故事、太空旅行5段結構， AI 就會提供開頭範例或者故事框架。學生再將內容擴展成繪本，能夠提升創作自信，亦可以激發更多想像力。喺教材方面，例如要做感官遊戲，只要輸入幼兒園海洋主題手工、材料清單、回收瓶、海綿， AI 會列出製作步驟同安全提示。教師呢就可以帶學生製作觸覺水族箱，過程安全又省時，亦能夠節省大量備課時間。至於評估方面，例如小學閱讀，教師輸入小一學生朗讀音檔評估、流暢度、理解題5題， AI 就會自動幫學生打分、分析表現，並建議適合嘅介入方式，協助教師設計更貼近學生需要嘅評估方案。整體而言，人工智慧可以真正作為教師嘅合作夥伴，提升效率之餘，亦讓課堂更具創意同埋質素。人工智慧可以成為教師嘅共同設計者，並唔係取代教師，而係一齊構思、改寫同優化課程，令學習活動更貼近學生需要。教師可以同 AI 一齊設計情景與活動流程，從故事情景到角色任務，快速產生不同版本嘅想法。亦可以共同設計遊戲材料，例如圖卡、流程卡、分層版練習等。AI 甚至可以一次輸出多個難度版本。再者， AI 能協助教師整理成個學習單元架構，從目標、步驟、評量到延伸活動，全部串聯得更清晰。簡單講， AI 就好似一個腦力激盪嘅同伴，隨時提供新點子，令教師可以更有效率、更有創意咁進行課程設計。教師作為課程設計者嘅重點係，教師先負責定義目標同課堂脈絡，然後利用 AI 生成初稿，
再加入班級獨有嘅元素，例如文化適配、學生名字、語言需要或者個別差異，將內容轉化成更有挑戰性嘅探究任務。例如教師設計分享玩具情景時，AI 會先生成基本嘅遊戲框架，之後教師再加入粵語提示同學生名字，並按現場情況調整輪流規則，最後令活動更貼近學生實際需要，同時強化社交發展。例子二，可以睇植物單元嘅探究活動。教師策劃主題後，由 AI 先生成觀察表，包括葉形、顏色、高度、每日變化等項目，讓學生有清晰嘅觀察方向。之後，教師會安排學生以小組形式討論觀察結果，鼓勵學生比較數據，提出假設，並反思植物變化背後嘅原因。透過呢個過程，學生唔係單純抄寫，而係透過數據討論去建立概念，形成真正嘅知識共構，令探究學習變得更有深度。講到人工智慧嘅倫理考量，教育工作者需要特別留意四大範疇。第一係資料隱私，要確保學生嘅個人資料、語音同作品唔會被不當保存或外流。第二係演算法偏誤，AI 有機會因訓練數據唔均衡而產生偏差，所以教師要保持警覺，唔能完全依賴系統判斷。第三係公平性，要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平等受惠，唔會因語言、程度或背景而被 AI 工具排除。第四係人類監督，AI 只係輔助，最後嘅教學決定仍然要由教師作出。理解呢四方面可以令到 AI 更安全、負責任咁融入教育環境。最後，教師使用人工智能嘅時候，有兩方面需要特別注意。第一係技術與品質控制，例如喺小學寫作課，教師需要驗證 AI 產生嘅故事範例有冇文化偏誤，亦要避免過度依賴 AI，令備課創意下降。所以定期試教，檢查框架是否真正有效非常重要。第二係倫理與公平，例如幼稚園進行影片分析嘅時候，必須先將學生數據匿名化，保護學生私隱，亦唔應該輸入任何真實個人資料。同時，教師要檢查 AI 輸出嘅內容有冇偏誤，例如忽略多元文化或對某啲群組不公平，確保技術可以安全、負責任咁融入教學。